呢一條咧，真係特別新聞報道啦！我呢啲咁後生啊，居然會有高血壓。唉，我未做美食之前咧，我各樣指標咧都非常優秀嘅。咁做咗美食之後咧，我覺得肥咗大概都有10零斤嘅。咁然後飲酒嘅話咧，我連20年冇斷過酒精噶啦。咁可能做美食嘅時候會飲多咗，其實我唔算好多嘅，我控制喺應該都係每日1支威士忌左右。有時飲啤酒多啲嘅話，可能一日飲20零支。咁但係主要食嘢作息，咁我時間係朝早6點鐘瞓嘅，日夜顛倒得好嚴重。咁咧我日日飲住酒嘅話咧，其實我去 check 個血壓嘅話咧，其實係唔高嘅。咁有一日我點解會知道自己血壓高咧？就係我冇飲酒，然後落去附近買嘢。咁冇嘢做啊 check 啦，即係睇下血壓啦。點知一查，哇，低壓去到108。咁然後我小姐姐就話：喂，你個低壓有啲高喎，你真係睇一睇喎。我冇任何嘅感覺喎。佢就係你冇感覺，你先要 check 一 check，先至更加知要去睇樣嘢。然後就幾日，即係斷咗幾日咧，就冇飲過酒嘅。點知唔飲酒嘅話咧，個血壓仲高 ，keep 住低壓去到81啊、100零幾啊。咁慢慢咁開始有啲少少驚，咁就去調整咯。咁調整咗好耐咧，咁都係去到90零啦。咁我就去睇醫生啦。咁醫生咧，其實當一睇完之後咧，佢就冇問過我喎，咁就開咗降壓藥俾我食。我食咗10日，我唔知道係降壓藥嚟添。我食咗10日，咁我發現呢10日咧，好似冇乜慾望咁樣喎。咁就係嗰啲慾望咯。咁我心諗，喂，頂，我咁後生，你食呢啲降壓藥冇慾望，我覺得冇可能再食落去嘅。咁然後就食咗10日降壓藥，我就斷咗，完全一粒藥都冇食過。咁就開始去鍛鍊身體咯。其實就我哋叫做即係每日行，可能行8000步啊、1萬步，起碼喐翻先。咁然後宵夜我確實係戒咗嘅，我係冇食過1個月係未食過任何宵夜嘅。咁然後啤酒我都冇飲，凍嘢都少飲。咁原先1斤嘅威士忌，而家可能降到係可能2兩3兩，每日都少少咁樣去健康行落去。咁血壓而家叫穩定翻少少，即係會跌翻落嚟。朝早起身可能就高啲，朝早起身可能去到係90，有時80、89。晏晝嘅話就80零啦，都係80零。keep 住呢個狀態，唔知可唔可以再低啲啊？同埋有食中藥調理，係啦，揾咗個中藥醫生去食中藥調理。咁我相信原來一問完之後咧，發現好多朋友都係有高血壓。高血壓已經係變咗後生，即係下壓高，唔係上壓高，變咗後生仔都會有一樣嘢。咁所有都係問過啦，就係一係就生活作息啦、捱夜啦、咁飲食啦，咁然後就都係飲酒啦。咁所以你哋都 check 一 check， 如果高嘅話咧，做運動咧其實可以降翻落嚟嘅。咁西藥嘅話咧，我覺得盡量唔食，先做運動去調整一下。咁好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如果大家咧想對減壓食啲乜嘢或者做咩運動咧，你可以留言俾我嘅。測量開始，請勿移動或說話。測量結束，高壓121毫米汞柱，低壓85毫米汞柱，脉率每分鐘85次。而家普遍咧都係80幾，但係呢個數字咧係偏高啲咁多嘅。